民进党高文哲买手是甲吴欣盈做伙参选。昨晡高文哲参加青年座谈会时阵，伊讲，伊目前还是在野赢面上界大的参选人。国民党甲民进党同齐甲伊攻击，敢若会引起愈大的反弹。另外，针对因党内认定讲，是因为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害那爸无法度合作，高文哲嘛跳出来替伊讲话。清德那一组的话，在野还是目前还是我的看好度最高的。反正还有最后不到50天嘛，这个就继续努力。伫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布局，各自登记参选总统了后，郭文铁隔一天头一摆公开出现，伊讲只用国民党甲民进党斗阵拍伊，毋过家己敢若亲像球共款，拍愈大力，反弹愈强。对于党内不满黄珊珊身为竞选总干事，伊阁排无分区立位第一名。有人讲伊是破坏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的正反，郭文铁是替伊讲话。台民众党是一个很强调集体决策的一个团体嘛，所以我倒觉得让黄珊珊一个人去承担那什么战犯的这种罪名，我觉得是不必要的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柯主席他做了很多的努力。我虽然没有参与决策，但他心里面的在旁边看得出。我本来就是空想的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说，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次的选战当中，将台湾民众党的政党票最大化。相关，党员这期是空降进入无分区名单，毋过抢赢坦白承认，毋过强调目标是2024年国会，袂阁再互国民党甲民进党垄断。两人也分别甲超过500位青年面对面座谈，回应对教育、交通路权的看法。最终取得胜选。我们在50岁以上的支持度很低，我们需要把每一个年轻人一样，他都变成一个家庭里面的思想的传播者，透过他们去影响他们的长辈。民众党想要伫国民党甲民进党围攻之下杀出重围，郭文铁固守少年族群的支持优势以外，嘛要继续拓展票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